来看海巡署新竹海巡队昨昏伫咧永安外海发现一只可疑的中国的海顶加油船。这只船是无船名、无牌仔，嘛无船籍的登记。船顶的6个船员嘛拢无身份证，而且这只船载50万吨的油，已经押倒来台北港进一步来调查。确定坐标锁定船只，就是这台伫咧永安外海可疑中国船，过责临检，一个靠来设计要逃走，尾也是互咱海巡查来去咧船顶检查。去前面，去前面！船顶6个船员拢无身份证明文件，看到海巡上船也阁惊到。这是一台无船名、无船籍港，也无船籍登记的3部中国捕油船。船顶载着50万公升的油料，要伫附近的海域，和其他外界大陆船补给油料。本日上午8时许，海巡署第3巡防区指挥部指挥本队 PP3516艇前往永安外海西北20海里处查处可疑目标时，发现一艘无船名大陆船舶。那本队同仁立即将其带返台北港查处。海巡甲这台3部的中国船押倒到台北港留置调查，也确定中国船只外界补给。不过，像这种情形常常听到，偏远的渔民2、3就发现有一台无船籍的中国快艇越过海峡中线，伫西苏海域沿所钓放苏管啊，干扰咱国的渔船。不过，海巡到现场的时阵，无发现可疑的船只，会继续监控海边的动态。公司新闻综合报道。